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嫌犯陈同佳变作台湾香港司法大车饼，也法务部长表示，目前当咧甲香港政府直接。政府修法咯，若阵政府公告有警告民众，若是强要爬山过溪出代志，政府是无负赔偿责任。第二，反政府到了第6天发生警民冲突，有18人死亡，其中有一个4岁囡仔。讲到香港嫌犯陈同佳伫台湾的杀人事件，也变作是台湾香港的司法大车饼。敢有台湾的检警去到香港台密的？法务部蔡清祥也回应讲，敢若有甲香港直接罪犯以及着政府交接的代志。香港民众陈同佳23出港了，讲愿意来台湾投案，宣称台港的司法出招。法务部长蔡清祥二是再一遍强调，台港双方拢有责任把杀人犯逮捕归案。我们也很努力的透过双方的管道来咨商如何交人以及移交相关的证物。那人是到香港了吗？这个都是他们有在规划当中，那在执行到哪一个程度我想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台湾是不是已经有派人去香港，蔡清祥无明确回应。按照现行的法规，身为通缉犯的陈同佳只要一入境就会被逮捕。在进行身份的确认了，直接移送地检署归案。不过有香港学者讲，台港两地法律制度无同，港府就要先考虑是不是让确保陈同佳到台湾了，会当有公平公正的审判。政府愿意修改香港的法律，允许香港的法院境外的杀人的行为有这个司法管辖权，这个是最理想的做法。如果他自己自愿的时候，当然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决定，确保到了台湾以后可以有一个公平的审讯，可以免除这个死刑的。就台湾提出要派人去香港押解陈同佳返来台湾，张达明认为香港的法律规范是不准境外人员在香港执法，这方面的底线应该修调。因为就为香港嫌犯所引发的司法战，台港有无同的立场甲观点，就要双方达成共识才能解决。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嫌犯陈同佳讲愿意来台湾投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强调讲，政府的态度自头到尾拢同款，香港无爱办，台湾来办，未放弃司法的管辖权。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日也到立法院质询，那也立委也要求公开甲牧师管浩明见面的内容。另外，管浩明烦恼讲，陈同佳来到台湾会变做政治的裤子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强调讲，投案的对口已经安排好势，随时拢会当来台湾投案。香港女性命案凶手陈同佳有意来台湾投案，不过政府态度被批评一直改变。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政府态度拢同款，只要伊一入境随掠起来，来与不来都随他了，都变成什么要沉淀，也不知道要沉淀到什么时候。政府的态度始终一致，我们没有放弃司法管辖权。内政部长徐国勇二是到国会质询，因为政府立场互批评，甲记者有言语上的冲突。牧师管浩明烦恼陈同佳来台湾投案变做政治条件，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爱管浩明检讲2句，不要妄图把台湾框入一中的框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不当的意图我要再次的强调。好，谢谢大家。请你说下话吗？讲话客气一点。你有心要帮这个女的伸张正义，如果有心要让这个陈同佳到台湾来受审，请你少说2句话。为了陈同佳来台湾投案，国民党立委质询时，质疑徐国勇甲管浩明见面是毋是有汇报，也批评徐国勇讲毋知影管浩明身份是伫讲白贼。陈明通也讲，已经透过香港政府通知陈同佳，投案单位已经建立好，欢迎来投案。什么叫密会？这就是密会啊！没有会议记录，然后你也没有幕僚在旁边做记录了。委员，那解读我不接受了。我对台湾主权的立场非常清楚，比你们清楚100倍了，不必戴帽子了。这个不用谈这些东西了，不必戴帽子了。这件事情你是明显的失职，没有失职了，你应该要公开道歉。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我们要建立互助管道，现在建立好了，已经通过港府通知这个嫌犯，如果你要投案，就跟这个窗口联络，建好了。我想知道明确。
国民党立委质疑政府政策改变，要求成立调查小组，公布市局用甲管和平的见面内容，并且调查国安会议安怎定调，坚持爱司法合作，也甲管和平甲陈同佳出境管制。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香港嫌犯陈同佳的杀人事件，总统蔡英文在下晡也讲，这件代志将来就唔捌转西。政府的立场自头到尾拢同款，台湾和香港拢有司法的管辖权，也对管和平牧师伊的立场提出质疑。蔡总统也批评韩国瑜，讲要在关山设升旗台，拢是无伫咧思量。亲自来授旗给我们的。北部工业区后援会成立大会，要拼来年的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授旗，拍出经济牌，强调2020大选真关键，唔但爱搁予伊适当，搁爱予国会过半，甲加会当继续。伊搁讲到香港反送中事件，予香港人真烦恼，台湾人爱用选票，予民主自由继续落去。不过陈同佳事件引发台湾香港政府咧竞争，蔡总统受访的时阵指出，这件代志无洗冤，政府的立场为头到尾拢同款，台湾甲香港拢有司法管辖权。显然，香港是不愿意行使这个管辖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当然要行使我们的管辖权啊。那不过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呼吁香港的政府啊，这个案子涉及的2个人都是香港的人民啊。那本着于对香港人民的爱护跟司法正义啊。香港本来就应该要提供相关的司法协助啊。护期管浩明他认为说，如果说陈同佳来台湾，有可能会变成政治筹码。我觉得听了这位先生的这一段时间的讲话，我觉得很少看到有牧师有讲话这么政治化了哈。陈同佳事件，管浩明无所出面协调，引发蔡总统质疑，伊的立场有特别考量。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摆讲，要伫关山设置升旗台，蔡总统嘛认为无实际，无应该过度政治考量。在一定的高度以上的高山上都设这个升旗台，这件事情有点不切实际了哈，而且对我们山林的地形地貌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嘛哈。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我们国旗的本意。并建议2020总统大选，唔但爱甲对手镇压过招，搁爱防范对方可能介入的威胁。蔡总统强调，中国介入选举唔是秘密，愈到选战的最后，大家必须爱对假消息提高警觉。记者郭彩石启文台北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也到婚林馆来造势，也访问到在3000公尺悬的关山，要来做升旗台这站台。韩国瑜表示讲，唔是要起新的，是要甲旧的整理好势。第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设升旗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下到到婚林大西安西府参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主要是针对年久失修也是破损无人照顾的升旗台，优先将伊整理清气。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200多座，每一座高山都竖一个升旗台，那是不可能的。有一些高山现在已经有升旗台，长期失修的、没有被照顾好的，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整修好。至于其他，我们一定要看状况。韩国瑜强调，大家误解伊的意思，要设立升旗台，要爱考虑松林景观路线水土保持。伊知影困难度伤大，早起伫婚林土库顺天宫的造势活动，强调婚林竞赛身份也受到乡亲热烈欢迎。韩国瑜也画出四种人，若讲日子过得好，台湾就会好。我们要加大力度改善我们农村渔村。我只能坚持信念不变。台湾人的4种人过甲日子好，全台湾人都会幸福快乐。农民、渔民、劳工，还有庶民。一位90多岁阿嬷是伫家庭协助之下，赶到土库顺天宫表达支持。韩国瑜也特别向阿嬷握手指。他如果韩国瑜到云林来的话，他虽然行动不方便，可是他也坚持一定要来。并总统选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个月24、25、2天的行程来到婚林馆，定调是婚林倾听之旅。韩国瑜当外家厝，要体验农村，了解农渔民面对的问题，也透过走公庙甲产业活动拼争气，也为国民党就立委参选人增加献光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有未少创党的党员，拢是台北市政府内面的官员，也互讲到是
党政不分。透早，国民党的市议员王志兵伫咧议会就提出问张美智，讲台北龙山运销公司的董事长秘书竟然阁兼民众党组织部的调集人。郭文哲也在现场讲，伊要去查清楚。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到市会进行专案报告，国民党议员轮流批评，议员王志兵即期郭文哲讲其党向。提出2张名片，拢是共一个名，党德玉，暗过送2个身份，毋那是北龙董事长秘书，嘛是民众党组织部调集人。在那边装傻，你说你不知道，那请问这是谁帮你布的局？蔡壁如吗？那是谁？这个站好了，我跟你讲哦，你们有批评哦，我通知张哲阳哦，叫他名片再检查一遍，不要自己印了。王志兵一直问郭文哲，则讲会要求党秘书长张铁用清查，嘛系相关人士将一部撕掉，避免争议。国民党议员吴世仁嘅要求，为外单位调来市长协助机要的人，拢徛出来，包括市府顾问蔡佩如，拢总有12个人遮尔多。另外，对陈同佳事件批评哪里的郭文哲，佮一个向要求表态，伊嘛趁机会靠说民进党甲司法做政治工具，升过头。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拿司法当政治工具嘛，就玩过头了，就是。不是，那你的立场啊？你的立场，你同意他来吗？还是你赞成他来台湾？那立场是什么？应该这样讲了，不管叫同理心，我做这种事情哦，常常换位思考的哈。敢支持陈同佳来台湾接受司法审判，郭文哲认为是同理心，伊提林克因为例，若是伊来到案，政府敢袂接受？伊认为需要换一个未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昨通过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也开始进行提名的作业。除了党主席吴敦义确认进入安全名单，包括着新住民的部分也是真竞争。另外，在立营的廉政会也当咧调查苏振清的性美案。党主席杜英泰也表示讲，今仔日是头一摆的委员会议，无讨论到不分区的代志。台上钦佩金24号以新住民名义举办国民党总统甲立委的圣善誓师团结大会。党主席吴敦义也到场，呼吁拿赢大团结，要赢回总统甲立委大选。钦佩金团出渴望列入不分区名单。我们的目标是60席过半了，我们就重返执政，不断执政，好不好？说你又有台商身份，又有新住民身份的一兼理由这样子。对，我是有，对，又是现任台商会长，又有新住民的身份，对，没错，是的。为了稳固团结力量，国民党中常会已经开除党员李正浩甲戴佩芬，后一度传出对准国家军第一部李正英，以及脱党参选的前中华立委陈杰。那通过将是7天内开除4个人，引起关注。另也是爆发立委苏振清，敢是列入不分区的提名风波。虽然廉政委员会23号开会了后，决议苏振清疑似涉及纠抗成美在公司的案无问题，不过提名委员24号开完头一摆会议，到台中府选的杜英泰外界有关关心苏振清未来动向，敢是列入不分区安全名单。人选是谁，排序是谁，在第一次的委员会当中都还没有讨论。我们讨论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以及过去经验上的一些交换。杜英泰强调，目前丁选界败事还未讨论，会伫适当的时间高开委员会讨论，也希望各界有好的名单会当伫后礼拜3前推荐过来。对于台中选情，杜英泰强调，台中市是关键选区，民进党有4+1的席次，一定要坚固这5席，才有力量去新的政区争取胜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食平台外送员发生2件死亡的车祸，劳动部在顶礼拜也要求业者爱替外送员加保劳保，而且也照劳基法的规定，爱在期限内互因职业灾害补贴。不过业者打算用讲和的方式进行赔偿。劳动部在今仔透早也跟业者来开会，有来开会美食平台外送业者拢同意讲，会调整无合理的订单，加催外送员的制度，避免意外搁再来发生。美食平台 Foodpanda 甲 Uber Eats 分别伫桃园、台北发生2件外送员接载死亡。不过劳动部司法认定2件个案，业者甲外送员有雇佣关系，业者就要替死者加保劳保，并且按照劳基法接载补偿规定，
在期限内给付45个月平均投保薪资作为死亡的补偿，不过业者是谈和解。两家业者都还在跟罹难者家属做和解，那目前还没有依照我们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给予职业灾害补偿。台北市劳动局应该会做这样子确认，如果还是没有依照劳动基准法给予职业灾害补偿的话，那台北市劳动局就应该会做后面的行政处分。Uber Eats 正式有伫咧谈和解，不过因为尊重家属，无方便讲细节。第二是办事，这件事搁再邀请业者台湾协作即共享经济协会开会，为了要降低外送员伫咧道路发生抢警的危险，来参加会议的业者同意该 APP 停息，以避免无合理的接单加超时集催等机制。那每一家的程式设计派单都有差异。那业者刚开始也表示，这是他们商业竞争的利基。那我们经过会中比较大的讨论，业者都会承诺回去再重新检讨。业者透过协会发布自律公告，包括 Uber Eats、好好送等4间平台，承诺会保障外送员的交通安全，替事务把关。我们会从业务执行的层面来看看，这个在奖励机制以及这个奖金机制上面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不过，同款是会员的 Foodpanda 并无伫自律公告签名。劳动部初步掌握到台湾现有的外送员差不多45000人，业者所来做法关系到上万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国上界大型的网络卖物件系统淘宝已经来台湾设分公司啊，因为咱的法律有阻挡中国资金。不过，经营淘宝的阿里巴巴集团却把商票授权给英国公司，这间英国公司过来台湾设网站。有立委就质疑讲，这分明就是中国资金伫咧闪台湾法律的空棚。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英国拢有真侪民众，无过天气变歹，也要爬山，也要撩溪，发生问题时阵就需要大家来去甲救，甚至爱国家甲因赔偿。行政院在24通过着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若准政府有来徛牌啊，无就是有发布警告，民众若是强要去，国家是无需要负担赔偿责任的。那个基层的就消防员都很努力，我们是针对他的指挥系统。中普委的爸爸要的不是赔偿金，而是政府检视山难搜救的标准流程。5年前才替山难死去的后生，中普委拍官司争取国家赔偿，却是予法院判决败诉。这阵面对行政院通过国家赔偿法修订草案，一旦发布警告，也是表示民众永远要去爬山耍水，国家应无负，还是减免赔偿责任。伊认为政府应该有相关配套措施。如果我警告你了，我就可以不救，那这样就可能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在救的执行中，你必然会有一个 SOP 来遵循嘛？那你有没有遵循？我不要风狗浪会来的啊！你这还跑去风狗浪那里钓鱼，已经告诉过你了，国家不必负赔偿责任，所以个案一样是可以来看。国赔法修订或做2大项，包括自然公园，也就是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海岸等，未来发布警告，民众莫爱听可能冒险进入，国家无负赔偿责任。另外一项是自然公园内底设施，包括吊桥、观景台、停车场，相关经公告了后，国家应减轻也是免赔偿。8市队完成世界第1高峰圣母峰，登山专家刘明本就讲，爬山大部分是出于自我意愿，本身就要做好自主管理，对山难救助采使用者付费，隐性标准无共款的争议。提出登山导报、商业化登山、成立专业搜救团队3大建议。消防员来收山难的话，好像全世界只有台湾一个国家。台湾现在目前也有仿照这个尼泊尔成立很多这个登山向导公司嘛。你在现场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协作或者向导，他会第一阶段他就会处理的。政府宣布开放山林，专家看好吸引外国观光客，带动登山的观光商机。而争议真久的山难搜救使用者付费，政府推动的5大政策，这种完全拢无讲到。行政院解说，由各县市登山自治条例无共款，上计明年6月进前会统一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台北宜兰交通问题，交通部拍算要甲高铁通到东部，也甲台北宜兰铁路要做直来做伙讨论。不过有学者质疑讲，高铁甲铁路的规模是无相同。交通部处长王国才在今仔日透早也表示讲，地铁早就甲高铁做伙来规划啊，而且高铁要通到东部，
会初步规划，后壁还阁爱经过环评以及着行政院来核定。高铁延伸到宜兰，南港到宜兰只要13分钟，不过经费是955亿。交通部想要甲高铁东建案直接并列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的北宜直铁方案，就当直接进行综合规划。不过专家学者认为，两种的规格无相同，也是来做可行性评估。直铁跟现在的北宜高铁，我想两个的设计的等级规模其实都无法可以比拟，是不是又要把环评当作绊脚石，要环评去背书？我们觉得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因为它是标准轨哈，路廊比较宽，开发规模比较大，都已经跟北宜直铁不一样了。高铁东延路线虽然是向北平西，不过由于经过积水区，翡翠水库管理局也反对。根据公共建设特别条例，重大公共建设就要经过可行性研究加综合规划了，搁再提交国发会审核。等行政院核定了，才启动环评。公共工程委员会讲，高铁东延案也是来做环评。在100年的时候，在核定北宜直铁的时候，高铁的部分已经放在里面了。所以他们现在是按照当时的可行性在往前走哈，但是这一个部分是铁道局一个初步的分析，它还要经过综合规划环评，然后送行政院核定。交通部讲，本来北宜直铁方案，因为台铁有树林到南港的较大的路段，就要改善台铁系统，升级将这高铁东延会当扩大运量，解决东部铁路票歹买情形。高铁东延目前只是初步分析，也会经过综合规划加环评了，才上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政府要伫布袋新温南北边的地方池按太阳能电棒，本地在今年6月要来完工，刷19单才有厂商来施工，而且正是大鸟来台湾过冬的保育期，也发现讲本地在地方池爱有上万只的大鸟，刷即马拢无去啊，也引起保育人士的批评。弯弯光电棒教设伫大水池，加嘉义布袋新温南北边大水池。这个画面，予爱鸟人士看了心痛，因为当地是重要的后冬鸟栖息地。去年这个时阵，当地也有9万只后冬的红头青鸭、红头青鸭等珍贵的亚科栖息，即马全部拢消失了。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呢？冬候鸟每年过境，我们台湾应该善待这些冬候鸟，不要给它的栖地呢越来越少了。协会表示，后冬鸟对环境非常敏感，大水池拢是光电棒，后冬鸟无法度落去找食，鸟群毕经了后，恐惊也袂阁转来。对此，官府解释，工程原定6月就要完工，因为工期延迟，才会伫这个时阵施工。不过已经要求厂商施工时，避免影响后冬鸟。要求厂商来对这个生态还有环境来做一些来做保护。那我们考量就是说，因地这些候鸟的因地制宜的生态的环境，我们从北池开始做一个施工的动作。类似的情况，南部电看的台南7股区都是因为推渔电共生计划引起反弹，甚至一度爆发激烈的抗争。当地勇士号烦恼无鱼粉会当做影响生活，也有人烦恼欧米那贝栖地被迫害。保护区跟非保护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那它其实还是很多很丰富的生态在这边。那我们希望推个生态检核表，把这些地方先把它保护住。地方强调，毋是无愿意配合政府的能源政策，也毋过配套措施无规划好，一旦强行时做却失败，除了互已经管理的珍贵后冬鸟袂过来，也可能成为上歹典范，互人民不再信任一寡能源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生赢加酒芳，不过中华新港对妇女是上疼痛。在中华新港有全国大省推出的做过来津贴，只要在明年1月初1要来施行咯。那准是户口设在新港满1档的妇人人，生囝就会当领到公所16000块的津贴，互你安心做过来。妈妈抱到这拄出世的囡仔，表情是真欢喜。不过，即马不管是伫厝里，也是伫过来中心做过来，拢爱开真侪钱。中华关新港乡为着要照顾乡民，对明年正月初1开始，只要涉及满1年的产妇，特别生囝拢会当领到16000块的做过来津贴。彰化县的最北端，也是说乡下这个比较穷困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妇女呢，因为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没有说做得好，所以公所这边呢就提倡来为他们来坐月子。
新港乡公所表示，新药津贴已经统一由彰化县府来发，所以乡公所为着要照顾产妇，才会搁发做过来津贴，而且无排付。这是全国头一个安尼做的所在。伊估一年爱开600多万，不过真侪民众拢支持安尼的福利政策。因为毕竟生小孩要花很多的钱，还是多少点补助其实也还不错啦。一胎可以补助到1万元，赚到多少补贴一下，多多少少都会有补助到啊，然后可以吃得更好。新港乡公所的福利，互真侪乡民拢真懊恼，不过嘛有人烦恼公所的财政够法度应付。乡长是强调，目前公所的营务还阁有4亿多万，加上相关企业108年度的回馈补助金有8500多万，绝对有法度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互真。伫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总统大选发生争议，人民走向街头抗议这个国家走向独裁。另外，在智利的反政府示威冲突也进入到第6天，由工会发起的罢工，警面也发生硬拄硬情形，也造成18人来死亡，甚至其中内面还有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智利政府伫1年来第2遍调起地铁票的计数，引起几多年来上严重的反政府危机。示威者不满社会不公，政府欺负善车人，连续6天伫咧街头激烈抗争。警方用催泪ga斯加水条赶人，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查甫囡仔，另外还有几多百人受伤，上千人被逮捕。虽然总统皮涅拉伫前一天认错道歉，承认要改革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薪资加福利，不过民众无看到成果是歪贴贴。23学生、教授、公务员拢上街头响应大罢工，要求解除紧急状态，撤离街头的2万名部队。Cambio profundo, desde la educación, la salud, las pensiones, todo. Si no hay cambios pronto, cacho que van a pedir la renuncia de todo el gobierno. 伫咧玻利维亚总统大选所引发的街头抗争愈来愈严重，民众对顶部警察喷漆，压着总统莫拉里斯人伤，抗议开票过程疑点真多，最高选举法庭计票的速度敢若久咧数，互现任总统莫拉里斯领先扩大，逆转初步的开票结果，可能会让领前主要对手10%的标准，免举行第2轮决选，直接连任。Lo que va a acontecer es que vamos a vivir en una dictadura tal como se ha vivido en Cuba y Venezuela. 目前票开到97.5%，莫拉里斯领先的巴度又搁求到9.85%，所落来变数也搁真多，支持甲反对的人是互相对立。玻利维亚宪法规定，总统敢若会当连任1遍。不过莫拉里斯已经做了3任，总共14年，也搁以推动改革做理由，要选第4任，想要一直做到2025年。反对者骂伊独裁，也怀疑选举有作弊。街头的抗争恐惊正歹平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在欧洲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几天，拢伫咧落大雨，搁发生淹水、水泵线灾情。到今已经知影讲有4个人来死亡。另外，在美国的 Colorado，23也发生暴风雪。在澳洲上长的溪流 Darling River 刷伫咧扩宽，咱就要注意地球环境变迁的问题。大四期的树棵倒伫个无啥水的河内底，澳洲上长的Darling河，因为这几年扩化，今年热天甚至发生骨啊、青只鱼啊、冰雹死去的生态灾难。农作物收成甲畜牧业也大受影响，造成沿海原住民生活困难。That was our food source with the river. It was our water source. It was our livelihood. Darling河是法源对新南威尼斯的北部，流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占全澳洲总面积1/7，是上重要的水域生态系统。之前澳洲政府讲会投入10亿澳币，大约代表208亿来改善水利基础设施。不过，当地民众认为，Darling河水位设计是政府长期引用河川水源真侪别种用途所造成的。镜头转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当地时间23响落暴风雪，温度来到零下6.6度，气象单位预测较晚积雪可能达到20公分。伫咧南欧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是传出做大水甲土石流灾情。西班牙东北部甲加泰隆尼亚地区灾情上界严重，2个月来遭到第2场的暴雨，9月造成7个人死亡，23统计有2人死亡、5人失踪，25000多人受到影响。而意大利北部传出山洪爆发，造成2人死亡。
当局宣布亚历山德里亚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南部有10个区被列入甘马式的警戒状态。小镇贝基耶里沙伫6点钟内底雨量达到198毫米，相当过去2个月落雨量。真侪厝拢浸伫水内底，当局紧急出动直升机，加20外人先救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泰国嘅王室日才宣布讲，泰王瓦吉拉瓦公甲王妃斯尼亚甲废除，也无甲赶军职。第三个宣布讲要解除6位王宫官员的职务，是因为因违反纪律，也对君王不忠。不过无说明讲官员被开除原因是毋是甲王妃有关系。根据泰国王室公布的2个独立公告，被泰王瓦吉拉隆功开除的2名宫廷官员，包括1名女性、1名国基警官，甲2名王室的守卫。公告指出，这6个人的行为严重违反纪律，对王室服务造成损害，已经被泰王开除，并且废除所有官方的职称。其中一份公告甚至讲，这6个人唔但严重违反纪律，而且行为真恶质。不过公告中并无公告开除这2名官员，敢是甲斯尼娜的事件有关联。对瓦吉拉隆功连续对王妃甲王宫官员废除这款的做法，泰国民众表示，这是泰王的权利，一般的百姓无法度公开批评。อย่างมากคือได้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น Twitter หรือตามเฟซ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แต่เร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ไป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นี้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วิจารณ์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ดอะไรได้อย่างเปิดเผยได้จริงๆแล้วสำหรับผมมองว่าเขาผมใช้คำว่าเขาละกั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คิดว่าเขาก็คือค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ขามีสิทธิ์ที่จะทำในสิ่งที่เขาต้องการจะทำเหมือนกัน瓦吉拉隆功今年7月28號才冊封34歲，官拜少將的斯尼娜為王妃，是泰國1932年實施君主立憲制度以來泰王頭一擺立妃。不過10月21號泰國政府公布，突然刊登泰王署名的公告表示，斯尼娜做王妃了後，抑閣無滿足，借着國王之名為家己謀利，閣想要互家己甲王后蘇提達共地位，所以泰王決定要撤銷斯尼娜所有軍職甲王妃的豐富。泰國王室捌伫8月26號罕見的公布斯尼娜的相片甲簡歷，除了有伊甲瓦吉拉隆功穿正式服裝的相片之外，也閣有2個人穿着軍服的相片。斯尼娜家己翕的相片包括伊佇軍機上準備要跳傘以及駕駛軍機的相片。斯尼娜做着撤銷封號了後，無情的下落不明。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科技公司谷歌在23宣布講，研究團隊佇咧量子運算有真大突破。利用量子電腦會當在短短幾分鐘內完成傳統電腦愛開1萬年才會當完成的任務。不過，也有學者隨解質疑、隨解鬧開。美國科技大廠谷歌宣布，研究團隊在量子運算領域出現重大突破，達到所謂量子霸權的階段。號稱因的實驗性量子電腦處理器在幾啊分鐘內底執行的運算，換做這陣世界上上緊的電腦，要用1萬年才做到，並且將相關研究結果刊登在最近一期自然科學期刊頂面。所謂的量子運算是利用量子力學特性做基礎所建立的一套技術，甲即陣超級電腦甲手機的傳統運算是完全無同款。過去量子電腦大部分停留在理論階段，這擺谷歌研究相信離量子霸權的概念更加接近一步，也就是量子運算裝置最終能解決傳統電腦無法解決的問題。The big news today is that Google researchers have achieved an incredible breakthrough in quantum computing. They've demonstrated with the quantum computer that it can perform a computation in seconds what would take the world's fastest supercomputer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to do that same calculation. Google 高层鉴定师讲，利用量子運算將能增強現有的高端科技，親像機器學習，也是投入研發藥品、有測在增加經濟進行等。不過有其他研究人員，包括競爭對手 IBM， 對 Google 申請這項實驗達到量子霸權是抱持懷疑的態度。What it means is that we kind of open the door to real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technology, and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play around with these quantum computers an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are going to be. 部分學者認為，要讓量子電腦實際應用在各種領域，可能也要等待真長一段時間。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咱來關心人權的問題。中國去到新疆掠永歌的族人，佮設一個再教育營，
爱甲因教育啥呢？有一个女性的受害者，今仔日来到台湾，也甲内部压出来，讲伊在2当前互掠入去再教育营，在内面是连续互几来的查甫甲伊轮流操打，因为惊伊的有心，佮逼因爱煮会停经的药啊，好加在伊的亲人写批互联合国，伊才有法度放放出来。Uyada 1 yıl 3 ay 10 gün bana berdiler. Kirgen gün ola meni puturma 5 kiloluk kişenni. 哈萨克籍维吾尔族人古里巴哈女士，想到2007年被抓到中国新疆在教育营所受到的残忍对待，是一直流目屎。Şüphelendiğin şu aşıp bedendeki yaralar, bişimiz piştim ketip, yaralar, kozaklarımız açıldı, bir dalım mama berdi almada küçük. 古里巴哈是哈萨克籍的公民，本来伫中国甲哈萨克的边境做生意，尾啊，互人以资助恐怖分子的罪名关入去在教育营。伊讲这是无影无迹的罪名。尾啊，伫审判过程，因为无服从而遭受到性暴力的对待。协助翻译的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伊里哈姆，伫讲到过程的时阵是伤心家，讲到一半就停来。3个月以后，他们才第一次审问我，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外面，从那个黑房里带到外面。从审讯室里带到外面，在一群男人当中，我被。伊里哈姆摕手棍仔伫咧切目屎，伊讲前一暗知影古里巴哈的经历了后，规暗拢袂困的。这是在教育营第一遍有受害者来到台湾亲身控诉。古里巴哈讲。伊伫咧被关押期间，厝内人一直写批互联合国要求救援，被联合国致函互中国，才总算被释放。目前伊是走到土耳其生活，虽然中国要求伊离开了，袂用对外讲出在教育营内面的代志，不过伊还阁担心迄当阵最近被关入去的女性同胞，所以决定要向国际发声，争取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塑集团伫越南的河井钢铁厂，2016年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台塑虽然已经付予越南政府5亿美金，受害居民说到今拢无受到补偿。7000多名的受害者在今年6月提出跨海的民事诉讼，要求台塑爱赔偿新台票1亿4000多。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却用到无管辖权来甲因驳回。受害者今仔透早也到司法院来တင်證。渔民就来提了4个鱼，在去几60位民众到司法院တင်證。2016年，台塑集团伫咧越南河井的钢铁廠，因为违法排放废水，造成鱼大量死亡。越南总理阮春华也认为，这是越南度过上严重的环境灾害。台湾人民、台湾的法院、台湾的政府要很谨慎来再审这个越钢，为了给这些被害人在越南没有一个条路可以走了，可以找到他们的希望。虽然台塑集团已经付予越南政府5亿美金，不过无实际补偿居民的损失。今年6月，7000多名受害者跨海提民事诉讼，向河井钢铁厂股东董事长24名被告要求赔偿新台币1.4亿。不过台北地方法院以无管辖权为理由驳回，受害者不满提控告，并且向司法院တင်證。法院认为台湾跟越钢案关系薄弱，可是其实越钢案就是台塑集团在越南所成立的钢铁公司，不管它的股东结构或者是董事结构，都跟台湾有紧密的关联性。法院的裁定明显是违法不当。台北地院回应，这个案件审视相关的事情，认为原告拢是越南籍。部分被告的侵权行为发生原因甲结果拢是伫咧越南，应该是用越南的民法，伫咱国审判正歹有实质的公平。这个原告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时候，并没有依法来缴纳裁判费，所以他在起诉的时候是不合程式的，那就应该要先缴纳裁判费，才能够完备诉讼要件哈。这个案子呢，应该是原因事实发生地的越南法院呢，它才有国际管辖权。原告律师讲，这个案件无法度伫咧越南提诉讼，因为越南政府已经有特定立场，才会跨海伫台湾提告。不过台北地院主张，这件案件是涉外事件，也袂当移送国外法院，所以驳回起诉。对控告是等待顶级审的裁判。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东亚洲地区，敢若剩台湾加日本无去感到非洲之际。另外，疫情也真严重的越南也向台湾来讨救兵。两个国家在23也伫越南的河内签订 NOU， 咱台湾也会当电咱的检验技术，会当借着这届合作的机会来提升咱的防疫能力。为了防止非洲地质，农委会自去年8月底开始检验边境拦截猪肉制品2503件药品中，拢总检出172件呈现阳性反应，8项来自中国，2项来自越南。中国到即马疫情无透明，越南自今年2月爆发到即马已经破晒超过560万只猪。台湾双方决定要加强区域联防。22号，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带队伫河内，由托儿所甲越南国家兽医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防疫的目的就是说知己知彼嘛。副部长跟我讲了，就是已经扑杀560万头，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抑制啊。所以我有建议他先不要急着要去复养啊，因为你在复养的话，他还是一样被感染。甲越南合作会当输出台湾的诊断检验技术，并且前往疫区以活体病毒来试测已经建立的技术。学者指出，越南是全世界第5大饲猪国，即马变成非洲猪只疫区，甲因合作会当进一步将病毒感染甲传播的资讯。我们虽然侦测到很多非洲猪瘟的一个案例，但是我们没有分离到这个活的病毒哈。所以，他如果提供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诊断的一个试剂，而且可以做有关非洲猪瘟的各方面的研究，这是非常好的。学者指出，咱国也会当提供越南病毒诊断和防疫方面的技术，所以签署 MOU 对互相拢有利。记者综合报道。中美贸易战也引起有史以来上届大批的台商回流，在今年台商返来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台票6000亿，其中电子代工大厂营业达也申请返来被投资，而且伊的金额也超过48亿。不过，世界银行公布上新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排名，台湾是排伫全球第15名，比去年落2名。国发会也回应讲，是去年将营所税调到20%，不过经商的环境无较歹，也已经讨伐537项的法规。美中贸易战开始拍已经超过1年，为了避免关系的关系，台商陆续回流。根据投资台湾事务所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9间台商回台投资，累计投资的金额已经来到6223亿。在电子5股广大化设返台扩散投资后，电子代工大厂营业达也申请回台投资，金额超过48亿。因为它这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大陆这方面受到美中贸易影响很大，桃园、龟山还有大溪的2个工厂啊，要增加伺服器跟笔电的产能，那预计也要投资48亿。投资台湾事务所强调，今年台商回流大爆发，投资金额可望上看8000亿。只是这波以前所无的台商回流，创造的挑战不小。根据世界银行公布上新全球经商环境报告排名，台湾排名全球第15位，比去年落败2名。世银评价10项指标中，台湾伫申请建筑许可、电力取得、执行契约是排伫头前，不过伫得到信贷评鉴上，却伫全球190个国家中排伫104名。这个营业所得税在去年有做了这个调升，所以就这个世界银行，它在这个报告里面就特别指出，台湾的这一项目呢，它是把它列为是一个负面的改革，尤其土地的缺少啊，那么这个供电的问题，大家还是最关心的。现在评分掉了2名，没有影响，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再掉2名，或许就会有影响的。企业界认为，台湾投资环境存在固欠问题，未少厂商烦恼。未来台商陆续回台投资了后，恐惊会发生厂人大作战，甚至用电量增加，欠电问题也会陆续浮现。建议政府应该提前应用。不过，国发会强调，台湾整体经商环境并无差，强调若讲企业面临固欠的问题，一定会个案处理。另外，政府已经陆续放松537项法规，实际投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当咧准备世界12强棒球赛，中华队已经在桃园棒球场来集训。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也特别去改变咧，各送20万的加彩金。
另外，也特别鼓励确定去 Boston 红帽仔队拍球的老弟营，要求大家做伙拼，甲台湾拼予世界知影。来到同棒球场，行政院长苏贞昌向所有的队职员致意。看到教练团的片正明甲王建民，也特别停来甲因加讲几句。送奖赛金了，苏贞昌也阁强调，有赛只要摕胜利，尤其是对日本队，奖金会阁再加码，因为政府袂倒，选手爱有够响。也小可留来看选手热身，也特别勉励确定要家己波士顿红花的老弟赢。我真功了啊！这里要先打好，先拼哦。好，谢谢长，加油！因为前任的经纪人希望我能够专心在球场上的表现，那自己也很开心能有这个结果，然后能够去国外打球，然后就是很感谢，就是从小到大帮助我的教练。甲红袜以75万美金签约，老弟赢真欢喜会当出国拍球，国加上工队有林子伟会较紧正力状况。牛棚教练王建民讲，老弟赢的速球真高走，佮搭配家己脚脚的球路就已经有够。他是速度就是一直都以来就是这么快嘛，就这次看到的时候，对啊，那就是让怎么去搭配速差，然后让打者比较不好掌握这样。中华队投手群内面，如日本的张毅，如美国的林子健，南美国的黄子鹏，拢是新一代投手。要安怎带？王建民讲，第季赛上重要是强化信心，其他是由选手家己做调整，看上场的时阵要安怎发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外国制造流行性感冒的预防车有较慢，影响台湾要做预防车，可能要撑到11月中才当做。卫福部疾管署在今仔日也宣布讲，自11月初1开始，就会先配给抗病毒药剂给病院。若准是你染到流行性感冒，就会当赶紧来运用。最近天气转凉，天气变化大，有发烧、类流感症头的民众爱注意。小儿区医师提醒，今年流感无完全消息，热天、秋天的时阵，拢陆续有零星的流感个案。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有14件团体流感，近一个月以 A 型流感为主。我昨天就筛检了2个 A 型流感的，那很多流感疫苗，其实我们筛检到1例有的话，哈。它表示可能至少5、6例甚至10例以上，你没有筛检到的。往年公费流感疫苗伫10月开始做，不过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疫苗株延迟的影响，咱国公费流感疫苗延后到11月中才开始做。考虑秋天依然有病毒活动，疾管署决定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将提前到11月1号提供。只要有发烧症头的类流感患者，而且家人同事同学有类流感发病者，唔免快胎，经过医师诊断就会当使用。我们从11月1号起，比往年提前1个月，就会开放这个公费抗病毒药剂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哈，有发烧的类流感患者，如果有同班同学、家人或同事哈也有类流感症状，合约院所呢，经过医师评估，可以开立这个公费的克流感疫科帽。疾管署也提醒，咱国公费流感疫苗11月15号开始做，分3阶段。第1阶段将进入高中小、高中校园集体注射，以及对第1线医护人员注射。疾管署表示，近期国内流感疫情下降，估计在明年1月到春节了后，会是当季流感的高峰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全台湾有超过30万位的士大，因为因的身躯顶筋肉无够济，活动变甲袂流力，而且也真容易跌倒，甚至是失灵、死亡的可能。医生也提醒讲，莫掠准食较正就无代志，爱运动才是欠底。公园内底有真侪老大人伫散步做运动，免怎保养身体，因拢有家己的一套方法。早时啊来运动一摆，这个时阵过来运动一摆，拢按逐工。年纪较侪吼，拢食无啊，暗时去拢食物啊。根据台北营总最新调查发现，国内65岁以上老人有7%到10%有肌肉减少的疾病。以此来推估，全台湾有超过30万名肌肉减少症状的老人，因为肌肉流失、运动活动功能变较歹，可能因此行路变慢、行动真吃力、体重减轻、常常跌倒，甚至增加在身甲死亡风险，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当你的体力越下降，你的一些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对老年人来讲，他跌倒的一个风险就越差，因为体力不好，你走路的速度可能变慢，你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可能变少。医师提醒，40岁了后，肌肉质量会慢慢流失，千万唔通以为讲定定食青菜，较莫食肉类就是健康。3顿应该多多补充卵、肉类、青菜、水果这6大营养类。另外，建议做一寡有氧甲自康的运动，亲像坐椅啊、脚举起来，能保持身体柔软甲平均。50岁以上男性，脚肚扭起来是在34公分以下，女性在33公分以下，代表身体肌肉质量可能不足，爱及早预防。75岁以前拢会会补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戏面卡徛久的人鞋，在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叶君伟，经过9年的研究，放弃传统合金的概念，会当利用5种以上金属来做合金，那会当拍甲足薄，而且也唔惊减酸，未来也会当应用在真济所在，有影是真高。得到高种合金伫咧实验室所研究。来自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教授叶君伟做这项研究已经23档啊，证明结合5种以上金属元素混合做伙，就是所谓的高尚合金。除步人类以一个金属元素为主，国家就用元素配置合金的概念，采用了高商的概念利用4个、5个以上的主元素来配成核心材料。那这部分呢？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配方观念的转变。团队发现钴、铬、锑、锰、镍5种元素的原子数拢是20%，用合了会当得到韧性正强的合金材料。而配方拿做适当的设计，也可能产生韧性强、耐腐蚀、耐磨的特性。所以高尚合金会当用在车辆、工程、医疗，甚至是防清洁工棒、核能甲航太材料。也是希望能够解决传统材料它有所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成本太高，售价太昂贵了，还有它的寿命不足等等，我们就可以去开发比较便宜的、寿命比较长的这样的高商合金材料来取代它。叶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高尚合金概念的学者，这边的突破也得到中基社所颁的69年科学贡献奖。而且教授也佫家己编一首高尚材料之歌，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是高尚合金。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到暗时，温度是差真大，来看气象预报就袂真差。北部地区为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2度到29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巴基斯坦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赶紧时间，咱再会。